網店創業驚蝕錢 ？MES 教你點樣封底，用最低風險方法開始。MES 唔會同你講埋啲咩，要有信念同埋夢想，呢啲咁虛無縹緲嘅嘢。喺免費培訓裏邊，你會睇到 MES 學生由好細嘅資本開始做起，用一張工作紙睇住啲數，清清楚楚 set 好離場規則，絕對唔會投放太多資源喺單一產品。喺培訓入邊，我會俾埋呢張工作紙你，教你點用。如果你想用一個極度保守嘅方法去開始網店副業嘅話，撳入條 link 睇下免費培訓，先求知後投資。如果0分到10分，你今日會俾我 MC 幾多分呢？10分，好分噶啦，9.9啦。step by step，成件事係好具體，係知道咩方向去做。講啲好正咯，你總埋出去都討厭係咪先？佢個 AI system 咧非常好啦，當然。即係介紹埋啲工具俾我啦，係啊，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好重要咯。賣盤都可以賣盤啫，茅塞頓開。